大家好，歡迎來到 Future Learning Lab。上一集我們留了一個問題：為什麼23歲的高中輟學生能入職 OpenAI？那種讓他在 AI 時代立得住的內核到底是什麼？很多人以為是編碼能力，但看完 Gabriel 的訪談，我發現那只是一個結果。真正的內核是他掌握了一套完全顛覆傳統教育邏輯的生存算法。今天我們要拆開這套算法，看看為什麼我們過去100年接受的工業化時代的教育方法，在 AI 面前顯得如此低效。第一個殺傷力的觀點是，大學不再是知識地基的唯一供應商，大學日價正在崩潰，因為我們不再為知識付費，而是在為那張日益貶值的入場券付費。Gabriel 的觀點，傳統大學存在的唯一理由是底層知識 （Foundation of Knowledge） 的壟斷，因為只有教授能告訴你底層邏輯。但現在 ChatGPT 抹平了這種壟斷，大學正在失去對基礎知識的解釋權。這就是為什麼 Gabriel 敢於跳過大學，直接進入生產一線。核心殺傷力二：駕駛員學習法任務導向與遞歸鑽研。這裏我要揭秘一個被傳統教育隱瞞了100年的秘密。馬斯克和 Gabriel 其實都在用同一套駕駛員學習法。這套方法分為兩部分：入口和路徑。第一步，馬斯克的入口，別教班手課，直接拆引擎。馬斯克認為，傳統教育最愚蠢的地方在於先學工具，再談目的。孩子不知道為什麼要學微積分，所以他學得痛苦萬分。真正的學習應該是任務導向 （task-oriented）。你想學引擎，那就直接把引擎推到他面前。當他為了拆開引擎而需要扳手時，他學會扳手的速度會比在課堂上快10倍。這解決了學習的動力問題。第二步 Gabriel 的路徑，藉助 AI 實現遞歸式鑽研。以前馬斯克這套方法很難推廣，因為拆引擎過程中會遇到無數不懂的細節，沒有老師在身邊，孩子就卡住了。但 Gabriel 告訴我們，現在有了 AI， 遇到不懂的螺絲，立刻向 AI 提問。AI 幫你拆解這個螺絲的力學原理，弄懂了，你再回到引擎表面，這就是遞歸式學習。遇到問題，向下深挖，解決問題，回到頂層。Gabriel 不是在學習知識，他是在調度知識資源，把孩子從數據庫變成架構師，這才是這套方法的性感之處。這種在戰爭中學習戰爭的效率，讓線性學習的傳統教育看起來就像是在馬車時代修高鐵。核心殺傷力三：規模化的詛咒，被犧牲的效率與被閹割的人格。為什麼這種高效的學習方法，學校從來不教？Gabriel說了句最扎心的話，因為傳統教育體系的首要目標是管理便利，而不是成才效率。為什麼學校一定要強調先打枯燥的地基？Gabriel點出了一個殘酷的真相，因為地基是標準化的。如果一個班50個學生，每個人都像馬斯克那樣去拆不同的引擎，問不同的遞歸問題，傳統的工業化教室會立刻崩潰。為了讓這台龐大的機器轉得下去，系統必須要求所有人翻到第10頁，考一樣的試，打一樣的分。這不是為了對孩子最好，而是為了讓老師管得過來。為了實現低成本的標準化覆蓋，學校必須把孩子變成整齊劃一的零件。在這種線性流水線上，提問被視為對進度的冒犯，好奇心被邊緣化為無法量化的噪音。我們用12年的時間，把駕駛員修剪成零件，把原本要探索星辰大海的靈魂，訓練成了只會等待標準答案的復讀機。正如 Gabriel 所說，這種為管理而生的教學法，在 X 時代已經成了效率的墳墓。
在沒有 AI 的時代，我們似乎沒得選，因為一對一的天才教育太貴了。但現在 AI 徹底打破了這個詛咒。當每個孩子都擁有了一個24小時在線、比頂級教授更耐心的超級導師時，個性化教育不再是馬斯克這種階層的特權，而是所有敢於拆掉保護傘的孩子的基本權利。知識的解釋權終於從冰冷的體系回到了孩子自己手中。這不僅是學習效率的提升，更是一場人格主權的歸還。看到這裡，你可能會問，為什麼給了孩子法拉利，他卻連方向盤都不敢嗎？因為這套遞歸學習法的啟動開關並不在 AI 手裡，而是在一種被我們閹割已久的能力——提問力。下一集我們聊聊最殘酷的真相，那台追求管理效率的工業化機器是如何通過標準答案正確地處決了孩子的好奇心，閹割了他們的提問力，以及如何重新找回這股力量。願你的孩子能重新奪回提問力。我們下集見。